着你放下，在握住你手你掌，回来了。诉你情史荣光。莫非21岁的你也曾见过我？我回来了。二楼没有发现你用，走，听我说。是。丞相，快走，万一杨崇和范松再找回来，就麻烦了。站在故事中场，再与你初见模样。你为什么才回来？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？你知道我找了你好久，他们都说没有你这个人，不认识你这个人。你知道你让我等了多久？这个假面，它竟然保存了15年。对不起，我总是让你一直等。没关系，你回来就好。